舊約傳書，創世記對象係被擄或者出埃及後嘅以色列人，佢哋嘅身份好動搖。目的就係要確立上帝係創造同揀選嘅主宰，通過列祖嘅故事，喺應許之地失落嗰陣，俾人哋盼望同警告。出埃及記對象係喺曠野漂流嘅新興民族，佢哋需要律法同信仰中心。目的就係記載上帝嘅救贖大能，同佢哋立約，令佢哋成為屬於神嘅子民，仲要建立會幕嚟表明神嘅同在。利未記對象係西奈山下嘅以色列人，佢哋要學識同聖潔嘅神一齊生活。目的就係提供祭祀同潔淨嘅條例，塑造聖潔嘅生活方式，等人民可以親近神而唔會死亡。民數記對象係去應許之地，但因為唔信而滯留喺曠野嘅一代。目的就係記錄因為背逆而導致嘅失敗，仲要顯示出神嘅信實同管教，勸諫新一代要信靠同信服。申命記對象係即將進入迦南嘅新一代，佢哋面臨住信仰同文化嘅挑戰。目的就係摩西重新講解律法，強調愛神，遵守約定就會有福，背逆就會招禍，奠定立國嘅根基。約書亞記對象係啱啱進入應許之地，要分配產業同面對殘餘敵人嘅以色列人。目的就係記錄神信實咁實現應許，強調信服同專一跟隨係得地為業嘅關鍵。士師記對象係喺迦南同異族混居，信仰好混亂嘅以色列各支派。目的就係揭示武王，各人想點就點呢個循環嘅悲劇，呼籲要有一位屬於神嘅君王。路德記對象係士師時代嘅以色列人，佢哋見證咗混亂入面嘅恩典。目的就係通過外邦女子路德嘅故事，展現上帝嘅慈愛同信實超越種族，眾指向大衛王朝。撒母耳記上對象係由士師時代過渡到君王時代嘅以色列人。目的就係記錄人民求王好似列國咁樣做嘅危機，通過掃羅同大衛嘅對比，闡明合神心意嘅王應該點樣做。撒母耳記下對象係大衛王朝剛剛建立嘅以色列人。目的就係記載大衛嘅成就同失敗，顯示出神同大衛立約嘅永恆應許，以及君王嘅權柄要向神負責。列王紀上對象係被擄之前或者初期嘅猶太人，佢哋反思亡國嘅原因。目的就係追溯所羅門嘅興衰到王國分裂，揭示君王效法外邦崇拜係國家滅亡嘅主要原因。列王紀下對象同上面一樣，佢哋目睹咗聖殿被毀，國家滅亡。目的就係延續上一卷，記錄北國以色列同南國猶大因為不斷背逆，最終招致審判嘅歷史過程。歷代志上對象係被擄歸回，重建身份嘅猶太群體。目的就係通過大衛王朝同聖殿崇拜嘅歷史，強調神對猶大嘅應許，鼓勵人民專心喺敬拜同合一上面。歷代志下對象同上面一樣，聖殿重建咗，但國權冇咗。目的就係聚焦南國猶大，突出遵守摩西律法，依靠先知同專心尋求神係國家興衰嘅關鍵。以斯拉記對象係從被擄地歸回，重建聖殿同社區嘅猶太人。目的就係記錄首批歸回嘅人喺困難中完成建殿，強調分別為聖，堅持遵守律法嘅重要性。尼希米記對象係歸回之後城牆破爛，好受侮辱嘅耶路撒冷居民。目的就係記錄尼希米帶領重建城牆，仲同以斯拉一齊推動屬靈復興，重新立聖約。以斯帖記對象係散居喺波斯帝國，面臨種族滅絕危機嘅猶太人。目的就係揭示神喺隱蔽中保護佢哋嘅子民，鼓勵佢哋喺異教政權下勇敢生存同抗爭。約伯記對象係對義人受苦呢個傳統觀念有困惑嘅信仰群體。目的就係通過約伯嘅辯論，挑戰簡單嘅報應神學，引導人哋喺奧秘中都信靠神嘅主權。詩篇對象係以色列群體同個人喺各種情況下嘅信仰表達。目的就係提供敬拜、禱告、懺悔、感恩嘅範本，將人生嘅各種情感放喺同神嘅關係入面。箴言對象係年輕人或者需要處世智慧嘅群體。目的就係收集智慧嘅言語，教導敬畏耶和華係知識嘅開端，仲要喺日常生活嘅選擇入面實踐智慧同公義。傳道書
對象係對人生意義覺得好虛空同困惑嘅尋求者，目的就係用虛空嘅虛空嚟挑戰世俗成就嘅價值，最終指向喺生命短暫嘅情況下都要敬畏神。雅歌，對象可能係輕視身體同愛情聖潔嘅群體，目的就係通過歌頌男女之間熾熱嘅愛情，肯定神賜俾嘅親密關係，仲比喻神同人之間嘅愛。以賽亞書，對象係面臨亞述威脅，甚至被擄去巴比倫嘅猶大，目的就係嚴厲責備社會不公同虛假敬拜，宣告審判，同時俾人哋彌賽亞同終末救贖嘅盼望。耶利米書，對象係國家有難，但仲覺得好平安嘅猶大百姓，目的就係呼召耶利米喺好大嘅抗拒下傳講即將到嚟嘅審判，但都應許有新約嘅終極盼望。耶利米哀歌，對象係親身經歷耶路撒冷被毀、聖殿被焚嘅猶太遺民，目的就係為民族嘅悲劇哀悼，承認神嘅公義，仲喺絕望中向神呼求憐憫。以西結書，對象係已經被擄去巴比倫，冇咗聖殿同盼望嘅百姓，目的就係通過異象同象徵行動，解釋審判嘅必要性，仲預言聖殿、國度同心靈嘅重建。但以理書，對象係生活喺異教帝國強權下嘅猶太人，目的就係通過但以理同佢朋友嘅故事，鼓勵人民喺迫害中堅持信仰，堅信神喺歷史中掌權，最終一定會得勝。何西亞書，對象係道德同信仰好混亂，即將面臨亞述審判嘅北國以色列，目的就係用先知破裂嘅婚姻嚟比喻以色列背棄約定，呼籲反轉嚟歸向遵守約定、施予慈愛嘅神。約珥書，對象係遭受前所未見嘅蝗災，覺得呢係神審判日嘅猶大，目的就係呼召全民悔改，仲應許喺耶和華嘅日子之後，會有聖靈澆灌同終極拯救。阿摩司書，對象係北國以色列喺耶羅波安二世時期好繁榮，但社會好唔公平，目的就係嚴厲譴責欺壓貧窮同形式主義嘅宗教，宣告神對特權階級嘅審判。俄巴底亞書，對象係因為耶路撒冷被毀而俾兄弟民族以東幸災樂禍嘅猶太人，目的就係宣告神對以東嘅審判，安慰猶大，話神仲喺掌權，仲應許國度最終屬於耶和華。約拿書，對象係有排外民族主義，唔想神嘅恩典臨到外邦人嘅以色列人，目的就係通過約拿嘅狹隘，對比神嘅憐憫，挑戰選民嘅觀念，擴闊佢哋嘅救恩視野。彌迦書，對象係南國猶大社會權貴欺壓貧窮，祭司為咗利益嚟講預言，目的就係嚴厲責備社會唔公同領袖腐敗，但都預言伯利恆嘅彌賽亞會帶嚟真正嘅平安。那鴻書，對象係長期受亞述帝國暴政威脅嘅猶大同列國，目的就係宣告尼尼微嘅傾覆，安慰受壓迫嘅人，話神係公義嘅審判官，一定會為佢哋嘅子民伸冤。哈巴谷書，對象係對神用更邪惡嘅加勒底人嚟懲罰猶大感到困惑嘅義人，目的就係通過先知同神嘅對話，探討神嘅主權同公義，教導人哋因為信靠神而生活。西番雅書，對象係馬拿西做咗好多惡事之後，宗教好混亂、道德敗壞嘅猶大，目的就係嚴厲預言耶和華嘅日子係普世審判，呼籲謙卑尋求神嘅人或者可以躲藏。哈該書，對象係從被擄地歸回之後，只顧住自己屋企，停咗建聖殿嘅百姓，目的就係鼓勵人民優先重建聖殿，應許呢座殿後嚟嘅榮耀一定會大過以前嘅榮耀。撒迦利亞書，對象同上面一樣，建殿工程遇到困難同失望，目的就係通過異象同預言，鼓勵人民完成建殿，仲指向將來彌賽亞同神最終做王嘅盼望。馬拉基書，對象係聖殿重建之後，信仰變成咗形式主義、道德鬆懈嘅群體，目的就係責備佢哋喺獻祭、十一奉獻上唔尊重神，呼籲悔改，仲預言以利亞會嚟。新約傳書，馬太福音，對象係有猶太背景嘅基督徒，佢哋要確信耶穌就係舊約應許嘅彌賽亞，目的就係通過家譜應驗舊約，展示耶穌係猶太人嘅王同教會嘅奠基者。馬可福音，對象可能係有羅馬背景，處於逼迫之中嘅信徒，
目的就係用緊湊嘅敘事嚟呈現耶穌係受苦嘅僕人同神嘅兒子，強調佢嘅權能同捨命做多人嘅贖價。路加福音對象係有希臘文化背景、重視理性同普世性嘅人，目的就係按照次序考察，準確記載耶穌嘅生平，突出佢嘅救恩到達咗外邦人、婦女同邊緣群體。約翰福音對象係散居喺各地、面臨異端挑戰嘅猶太同希臘信徒，目的就係通過神蹟同講論，見證耶穌係道成肉身嘅基督，令人哋信佢就可以得到永生。使徒行傳對象係需要了解教會起源同聖靈工作嘅初期教會，目的就係記錄福音從耶路撒冷到羅馬嘅擴展，見證聖靈嘅能力，仲為保羅嘅事工辯護。羅馬書對象係羅馬教會入面猶太同外邦信徒混合，可能會互相批評，目的就係系統地闡明因信稱義嘅福音，解決律法同信心嘅矛盾，仲要活出義嘅生活。哥林多前書對象係處於希羅文化，好多人拉幫結派，道德好混亂嘅教會，目的就係處理分裂、淫亂、訴訟等問題，教導人哋喺恩賜同自由入面要以愛做準則。哥林多後書對象係受假教師影響，懷疑保羅權柄同真誠嘅教會，目的就係為自己嘅使徒職分辯護，闡明喺軟弱中嘅能力，仲鼓勵完成慈惠捐獻。加拉太書對象係受猶太化教師影響，想喺信之外再遵守律法嚟得救嘅外邦教會，目的就係急切咁捍衛因信稱義嘅真理，斥責靠律法稱義係另外傳一個福音。以弗所書對象係需要明白自己身份同使命嘅教會，可能係循環書信，目的就係闡明神喺基督入面救贖嘅奧秘，教導人哋喺基督入面合一，仲活出與之相稱嘅生活。腓立比書對象係保羅好中意，但面臨外面騷擾同內部分裂嘅教會，目的就係感謝佢哋嘅饋贈，用自己嘅見證鼓勵人哋喺患難中開心，仲勸諫人哋合一謙卑。哥羅西書對象係受諾斯底主義萌芽同猶太律法主義混合教義影響嘅教會，目的就係高舉基督嘅至高同豐盛，駁斥異端，教導人哋喺基督入面已經得到滿足。帖撒羅尼迦前書對象係新建立喺逼迫中對主再嚟有錯誤理解同焦慮嘅教會，目的就係安慰鼓勵，澄清關於已經去世信徒嘅結局，仲勸諫人哋聖潔嘅生活。帖撒羅尼迦後書對象同上面一樣，對主再嚟嘅日子有錯誤理解，甚至有人好懶唔做工，目的就係糾正主嘅日子而家到咗呢個錯誤，敦促人哋安靜做工，等主嚟。提摩太前書對象係年輕牧者提摩太，佢喺處理以弗所教會錯誤教導同管理方面需要指引，目的就係提供教會管理、選立領袖同堅持真道嘅實用指南。提摩太後書對象係面臨逼迫，保羅即將殉道嘅情況下嘅提摩太，目的就係做最後嘅勸勉，囑咐佢要堅強，按照正確嘅意思解釋真理，仲傳承福音，喺苦難中堅持。提多書對象係喺克里特建立教會，面臨文化挑戰嘅提多，目的就係指示點樣設立長老，駁斥混亂嘅教義，仲教導各個群體活出與福音相稱嘅行為。腓利門書對象係腓利門，佢走咗嘅奴隸阿尼西姆信主之後，要處理主僕關係，目的就係用愛心請求腓利門接納阿尼西姆，好似接納兄弟一樣，示範福音點樣轉化社會關係。希伯來書對象係可能因為逼迫而想退回猶太教嘅希伯派基督徒，目的就係論證基督超越天使、摩西、祭司同舊約，勸諫人哋堅持所信嘅，進入至聖所。雅各書對象係可能受保羅因信稱義教義誤解而唔重視行為嘅散居信徒，目的就係強調真信心一定會有行為證明，責備虛偽，鼓勵人哋喺試煉中實踐信仰。彼得前書對象係喺小亞細亞面臨社會排斥同逼迫嘅散居基督徒，目的就係鼓勵人哋喺苦難中活出盼望，以基督做榜樣，仲為主做美好嘅見證。彼得後書對象係面臨假教師嘲笑主再嚟、道德放縱威脅嘅教會，目的就係駁斥虛妄嘅說話，強調主再嚟嘅確據，
仲喺恩典同知識方面進步。約翰一書對象係面臨早期諾斯底主義否認道成肉身、誇耀知識嘅教會，目的就係分辨真理同謬誤，強調神係光、係愛、係生命，要互相愛。約翰二書對象係蒙揀選嘅太太同佢嘅兒女，可能指特定嘅教會，目的就係喺愛入面勸諫、警告唔好接待傳異端唔承認基督成肉身嘅人，唔好參與入去。約翰三書對象係該猶，教會入面有個好想出頭嘅丟特腓拒絕使徒嘅權柄，目的就係稱讚該猶嘅忠心，責備丟特腓，肯定做好事嘅人同屬於真理嘅人係一致嘅。猶大書對象係教會入面滲入咗唔敬虔、放縱情慾、否認主權柄嘅假教師，目的就係急切咁呼籲為真道辯論，記載歷史教訓，仲勸諫人哋喺信仰方面建立自己。啟示錄對象係喺羅馬帝國逼迫下需要堅持同盼望嘅亞西亞7間教會，目的就係通過異象同象徵揭示基督最終會得勝，安慰信徒堅持到最後，新天新地一定會嚟。